叛，叛字共9筆。第一不點，第二不撇，第三不橫，第四不橫，第五不撇，第六不撇，第七不撇，第八不橫撇，第九不捺。左右列球。叛的字義，違背自己所屬方面的利益投到敵對方面去，背叛。叛國、叛徒、叛徒、叛逆、叛變。叛的詞性分類解釋：動詞，背離、違反；喻，叛國、叛亂、背叛、反叛。左傳，隱公4年，眾叛親離，難以制夷。唐，李白猛虎行，一書一失關下兵，椒江直叛丘城。